大家好，我係莊清，做咗20幾年嘅職業賭徒，而家就半退休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下賭場出千呢個話題，我會分3個部分去探討，包括大家點解會覺得賭場會出千呢？賭場究竟係咪真係會出千？同埋最後職業賭徒點樣面對呢個問題？第一部分，大家點解會覺得賭場會出千呢？一講到賭場出千，最常見嘅原因就係點解我突然間輸咁多錢？你唔會因為自己不斷贏錢而覺得賭場出千俾你贏嘅。最常見嘅原因就係投注大嘅時候就輸，或者連續輸好多鋪。有人會覺得只要我一落大注，啲牌就好似識得贏人咁，輸完一鋪仲唔知。事實上呢啲係因為人嘅記憶係特別容易記住痛苦，你往往會忘記咗自己好想贏嗰鋪真係贏咗，但係就會記得好想贏嗰鋪竟然贏唔到。用數學嚟解釋就係賭博時間越長，必然會出現大量連贏同埋連輸嘅情況，呢個係冇嘢需要解釋。另一個就係長期玩總係會輸，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誤解。無論你贏幾多，最後都係會輸。其實呢個就係賭場優勢同埋大數法則。呢個結果往往喺你短時間之內你係唔容易感受得到，但係只要你一直玩落去，數學上最終係會回歸到賭場優勢嘅現實。有時你會發現賭場有啲奇怪嘅現象，你就懷疑佢會出千。有時你會覺得個發牌員嘅手勢特別奇怪啊，佢係咪喺度做緊啲乜嘢古怪嘢啊？有啲電子遊戲會唔會見你贏得多就暗中調佢個機率啊？以上嘅情況絕大部分都係人嘅心理作用，或者係隨機事件下嘅錯覺。例如我哋好容易會記住唔尋常嘅事，但係忽略咗好多時候都係尋常事件嘅時間。再加上賭場嘅燈光啊、音樂啊、環境啊，好容易會令人產生好多錯誤嘅判斷。第二部分，咁賭場係咪真係會出千？賭場係真係有機會出千，但係一定唔會咁輕易俾你肉眼就可以判斷得到。而基本上大賭場、上市賭場，幾乎我係未聽過或者我未發現過佢哋有出千。但係細賭場就有呢個機會。點解大賭場唔會出千？大型賭場佢哋投入咗好多資源去維繫佢自己嘅品牌，佢長遠經營可以賺到嘅錢遠遠比短期呃人嘅多好多，所以唔出千係更加符合佢嘅長遠利益。大型賭場嘅內部管理同時亦都非常嚴格，佢出千唔單止可以令到客戶輸錢，佢同時亦都製造漏洞，令到員工可以聯同埋客戶去呃賭場嘅錢。一間大嘅賭場反而會更加害怕呢啲事情，所以出千對佢哋嚟講個成本同埋風險係遠遠大過回報。另外有名氣嘅賭場，佢唔需要出千已經可以好輕易賺錢，淨係靠住賭場優勢已經足夠有餘。咁點解啲細賭場又有機會出千呢？因為喺啲法制唔完善嘅地方，小型賭場嘅資金亦都唔夠，可能佢短期嘅利益係遠遠大過佢長期嘅利益，因為佢本身可能經營困難啦，佢反正都就嚟做唔住，佢繼續經營落去又係執笠，佢可能有個人行咗入嚟，佢比較多錢，佢呃晒佢啲錢，仲可以執遲啲，或者執笠之前再撈多一筆。所以呢一類嘅賭場，佢短期嘅利益係有能力蓋過佢長期嘅回報，因為佢長期根本就冇回報，所以佢唔會介意佢出千嘅時候會有啲乜嘢損失，或者佢嘅名聲有任何問題，因為佢呢啲名聲啊、長期回報啊，對佢嚟講本身已經唔存在嘅，所以佢哋就有機會出千。最後一部分就係我哋職業賭徒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呢？我哋職業賭徒其實最怕就係賭場出千，因為我哋自己係唔會做任何作弊嘅行為，我哋係合情合理合法利用數學上嘅漏洞去賺錢。因為賭場出千，我哋可能會輸嘅數目係遠遠超過我哋數學上贏到嘅數目，所以嗰個損失係完全冇辦法控制。更重要嘅係初期你會發現唔到，好多時係要靠長期嘅數學出現咗好異常嘅情況，我哋先至有能力去懷疑。但係問題係，即使我哋輸到好極端，都未必可以證明賭場真係出千，因為極端事件經常都會發生。咁樣我哋又點樣去檢查個賭場有冇作弊？我哋通常都係觀察其他賭客，如果大家輸錢都好異常，可能就要特別小心。但係呢一個係最唔科學嘅方法，都係只不過可以做個參考。有時我哋會做一啲測試，例如我哋會要求賭場嘅公關啊，或者一啲賭場話得事嘅人去修改一啲，例如我哋要換啤牌啊，我哋要做一啲奇怪嘅事情，要求佢，例如可能係先派晒啲牌出嚟，然後先至俾我哋投注等等嘅嘢。如果佢可以滿足我哋嘅條件越多，我哋絕對唔會更安心，我哋會越唔安心，因為一般守規則合法嘅賭場，佢哋係非常之嚴謹每一個程序。
佢係唔會輕易俾你修改佢嘅程序，因為佢怕一旦程序有少少變動，就會出現危險，令到佢哋賭場自己會俾人哋作弊。但係作弊嘅賭場就啱啱相反，佢唔介意你要點樣變都得，最緊要你肯賭，因為佢已經一早設計好所有嘅結果都唔係用數學贏你咁簡單，所以你只要肯賭，你想變乜嘢佢都冇所謂，因為佢已經有一個極度不合理嘅優勢。除咗呢一啲咁周邊嘅方法之外，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揀一啲信用良好嘅賭場，唔好一味貪方便或者貪着數去一啲冷門嘅賭場或者係一啲未開發嘅國家。佢嘅盈利越少，客人越少，佢能夠誠實做生意嘅機會相對亦都越少。一啲上市公司大集團，佢哋嘅盈利加上佢哋自己入邊嘅法規，令到佢哋根本唔願意去出錢。總結下，賭場係咪會出錢呢？呢個唔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但係又唔可以話好簡單就可以去處理到。好多時候我哋覺得奇怪，其實只不過係數學嘅必然現象。當然喺某一啲環境好細規模、短線情況下嘅賭場，可能真係會作弊。作為職業賭徒，我自己嘅策略就係我要累積足夠嘅經驗，發現作弊嘅賭場通常都會有啲好奇奇怪怪嘅地方。相比起正經嘅賭場嗰種公開透明，呢一啲嘅場地好似成日都有啲講唔出嘅違和感。第二就係依靠數據，唔係靠直覺。玩得耐，記錄長期嘅趨勢係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審慎選擇賭場，避免不必要嘅風險，呢一個就係最重要嘅。如果大家都覺得曾經遇過係咪賭場作弊，或者有啲乜嘢想分享下嘅，歡迎喺下邊留言。有問題都可以喺下邊問下我嘅，等我增加下演算法都好。有咩問題喺下邊留言，記得讚好我呢條片，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新片通知嘅鐘仔，例如我嘅 Facebook follow 我嘅 Instagram。拜拜。